国联合航空有飞机对旧金山出发，拄起飞连啊就落去，喊到停车场滚落台车。今仔日3月7日妇女节，有日本企业为着让查甫员工了解女性的艰苦，只让男性体验艺术厅。美国歌手泰勒斯伫咧新加坡开演唱会，带动900亿的观光效益。台湾今也会当发展演唱会经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仔日是3月7日妇女节，妇女的生活中永远是面临性别歧视、工作不平等真济难关。25个日本女性上班族即天参加东京都政府举办的研讨会，学习沟通技巧，希望在工作上能更加有发挥，争取领導管理改善的職務。見習いたい女性っていうのが、実際はいない状況なんです。他の会社の女性管理職の方ですとか、管理職目指している方はどういう風な働き方をしているのか、どういう考え方をしているのかを、聞いてみたくて、そういう経験だったりとか機会を提供されてこなかったがゆえに経験値が圧倒的に不足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すごく課題だと。日本劳动市场长期存在真大的性别差别，上市公司的女性主管比例只有13%。近年来自日本政府甲全球投资者压力，必须企业要加速来解决。首相岸田文雄去年设定2030年大企业内底女性担任至少3成高阶主管的目标。东京都也对2018年开始为女性来举办相关的培训，4年来参加的人数增加真多4倍。另外，在巴勒斯坦加沙南部的拉法。妇女是世界搬来搬去，无所在通安心，正面临要巴肚甲失去亲人的痛苦，领导的危机真严重，对未来无希望。以下停会谈判永远徛伫遐，妇女节对因来讲根本就无意义。هذه ظل المرأة لا ظل مرأة لا إلها حقوق ولا إلها مستقبل اتشردن اتقصفن أولادهم اتشتتوا المرأة بتختي عن ابنها مش عارفة تمسك ابنها الدور انقصفت احنا قاعدين بنعاني هنا ليش ذنبنا احنا ماشي احنا المفروض نكون في مدارسنا الجادة وفي بيوتنا ايش ذنبنا要真侪女性在经济困境中滚价。印尼单亲的妈妈卡瓦蒂是一个无固定的3轮车司机，每天伫首都雅加达真无闲的纺织中心外口替人送货，一天收入大约是大票300块，爱饲4个囡仔，爱付出租，前勉强拍平。印尼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有13%的印尼家庭靠女性来支持这生活。新冠疫情了后，家庭主妇人数也大幅减少，拢需要出外工作，帮助家庭度过困境。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女性艺术厅严重的是厅甲徛袂起来。有日本的企业为着让查甫员工较有同理心的了解女性的困境，就用电波让男性体验这艺术到底是有偌听，希望建立更较友善的工作环境。画面内底这个查甫员工搭模拟月经来巴肚疼的贴布了后，是听甲挨爸叫母，在滑倒啊才有法度徛咧。后来伊的表情是愈来愈歹看，看着真艰苦。日本一间查甫员工较侪电信公司，伫妇女节进前举办一项体验女性艺术来活动，而且无共年岁查甫人伫巴肚搭由奈良女子大学甲新创公司共同研发的模拟贴布，互因了解月经来巴肚疼到底有偌无爽快。実際に疑似体験してすごい毎月女性ではこういう痛みと戦ってお仕事されたりとかしているのかなと思うとすごい女性逆にすごいなと尊敬いたしました。はい。这款贴布顶悬的装置会当发送电波，刺激筋膜，让筋膜向收缩，甚至是会痛。真侪女性伫咧艺术来的时阵拢捌经验过。有的人甚至会听到壁顶就要磕起哩。这间电信公司希望透过这项体验的活动，促进公司的内部理解女性的员工是安怎艺术来的时阵有需要请假。体験した方々が職場に戻ってみんなに広めてほしい、どんなふうに思ったかというのを広めてほしいです。それ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女性が休暇を取りにくいというところの壁を少しでも少なくして取り払って。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企业要允准女性休艺术假，不过有可能是因为惊别人的眼光，或者是无一定有薪水。有买一半的日本女性，直到打唔捌请过艺术假。模拟贴布的业者目前伫咧企业也有学校推广这项体验活动，希望会当促进更较友善女性的工作环境，嘛希望增加两性之间的理解甲和谐。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
今仔日新闻世界通要带大家来看这尊全世界上称的女性——美国的流行天后戴勒斯。这位女歌手过去一年伫咧全世界开巡回演唱会，是带动大规模的泰勒斯商机。这2礼拜演唱会是办伫咧新加坡，根据 CNN 的报道，6场演唱会就剩30万人去看，其中有7成是专工坐飞机去新加坡的海外观众。所以讲，这入境的航班就增加186%，饭店的订房量嘛翻5倍，为新加坡是带来3.7亿美金，可代表117亿的观光消费。为了跳这条观光财，新加坡政府是讲大钱争取泰勒斯，甲因遐定做东南亚的唯一一站。不过，这算嘛，互附近的国家真不满。美国流行音乐界的天后 Taylor Swift 泰勒斯，会用讲是今仔全世界上界红、上界青的女歌手。伊为2023年3月开始，伫全世界举办4大巡回演唱会。fans 为着要参加演唱会，买门票、买官方的商品、住饭店、甲食食各方面的开销。根据统计，每一个人平均爱开大票4万块。所以泰勒斯干那是伫美国举办的53场演唱会，就创造57亿美金，将近1800亿大票的经济效益，比全球50个国家的 GDP 加起来更较多。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a Taylor Swift economy. However, the moment the lockdowns were lifted, we have seen a big resurgence in services spending. So people are traveling, they're going to concerts. 泰勒斯的4大巡回演唱会，亚洲的部分，敢若选伫日本、甲新加坡2个国家举办。新加坡为3月2号到3月9号，总共办6场。30万张门票一开始卖，就马上互歌迷抢了了。因为是全东南亚唯一一个会当看到泰勒斯演唱会的所在，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的真侪歌迷，拢总拼来新加坡。参像这个菲律宾的软体工程师，就买上贵的，一张爱744块美金，差不多代表23000几块的 VIP 门票。招过来的朋友，斗阵为菲律宾来新加坡看泰勒斯的演唱会。I think for me this is the biggest amount that I have spent for a concert. I never really spent big, like 6-digit amount for someone else's. Just Taylor Swift. 事实上，泰国总理萨塔顶个月也讲讲，新加坡政府补助泰勒斯每一场演唱会200万至300万美金，才会当争取到伊去新加坡办演唱会。虽然新加坡政府有出来驳回讲，补助的金额无遐尼多，不过为着要抢到泰勒斯的独家表演，新加坡政府这摆确确实实有下重本提供补助。Our agencies negotiated an arrangement with her to come to Singapore and perform, and to make Singapore her only stop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re was a certain incentives provided to her from our Tourism Development Fund. It really is a post-COVID fund to revive tourism after COVID. 对新加坡政府来讲，这个钱绝对开了有价值。因为根据评估，泰勒斯伫新加坡的演唱会有7成的观众拢是为其他国家来的，会当为新加坡带来5亿新加坡币，差不多代表117亿的观光收入。有专家分析，其实讲钱提供补助，并不是泰勒斯会选择新加坡的主要原因。新加坡的交通方便，机场对短时间内大量引入来的旅客有真好的应变能力，而且举办演唱会的场所设备水准有够悬，佮加上泰勒斯的歌迷大部分是女性，新加坡的治安真好，这个优点加做伙，应该才是新加坡会当赢过其他东南亚国家抢到泰勒斯独家表演的原因。新加坡自 COVID-19 疫情过去了后，就拍拼邀请真侪国际级的乐团甲歌星到新加坡表演。这摆泰勒斯选择伫新加坡举办演唱会，除了创造经济效益以外，对新加坡想要变作亚洲娱乐中心的目标，佫较有非常大的加分的作用。记者甘美恁编译。新加坡赚到遐大条的观光财，咱台湾敢也有机会发展演唱会经济？其实高雄这几年早就毋忘利用演唱会，对工业城市转型做观光都市。2023年，高雄计共是办117场的演唱会，包含国内大咖阿妹、五月天、国际名称 Coldplay、Blackpink 等等，计共是请139万人次去高雄，观光产达45亿。高雄成功的其中一项关键，就是这个5.5万人的世运主场馆。咱换来看台北，目前开演唱会主要场馆人数拢是限制伫咧万通人，
要争取这演唱会商机，敢会当寄望上新的场馆台北大巨蛋？咱做伙来看。晚会10色的灯光效果，热情的舞蹈，场内外激动的歌迷。这是2023年3月韩国女团 BLACKPINK 来高雄开演唱会壮观景象。过去一年，高雄举办117场国内外艺人的演唱会，其中嘛包含 Coldplay、Westlife 等国际大咖，带动大型的演唱会经济。那带来了139万的人潮，那创造的观光产值大概是45亿。那另外也带动高雄市旅宿业的平均住房率超过80%。11月11、12号2天的 Coldplay 就带来了17万的歌迷粉丝参加这个演唱会。那这2天的订房率呢，在市区订房率超过90%。那另外光这2天的演唱会带来的观光产值就创下了新台币5.5亿元。高雄抓到时机走大升，其中效果上明显的就是 Coldplay 的演唱会，成17万人次到高雄，其中有7成是外县市，甚至是东南亚、港澳地区的国际游客。高雄市府表示，要扩大演唱会经济，上重要的就是甲游客加留落来佚佗几天。那我们设计了加时演唱，设计了商圈夜市券，那让歌迷朋友凭着他们手中的这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就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几个高雄的捷运车站，就可以凭票来兑换商圈夜市券。参加我们的演唱会之后，还可以来发现一些的消费，还有一些不错的店家。高雄运用演唱会做动机，带动产业发展。甲台北比起来，上大优势就是万人的大型场馆。台北做一个国际观光大都市，嘛有机场、捷运等利便的交通。即阵佫有上新的万人大型场馆大巨蛋嘛开始咧办体育活动。未来台北市府讲法度串联这个资源，成大咖艺人来办演唱会，就是上新的课题。目前台北会当办演唱会3大场馆，南港展览馆人数上限1.5万人，台北小巨蛋1.3万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5000人。比较落来，高雄的细温主场馆5.5万人的场地，更加符合国际大咖艺人的需求。什么红发艾德啊，或者是像 BLACKPINK， 他们其实你让他只有在小巨蛋这样子的1万人的场次，其实他必须要演出很多场，才能满足所有台湾的歌迷。所以你如果到高雄的话，可能1、2场就够了哦。世新大学观光系副教授陈家儒表示，大巨蛋启用了后，弥补台北欠大型场馆的问题。附近的景点相宽，加上台北的大众交通网络，凡是会当变出观光优势，甲高雄相比拼。从大巨蛋，然后发挥成观光休闲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东京大巨蛋连接信义计划区，旁边又有松烟。要思考的是怎么样让人流不是有活动才进来，而是一早就要到这个地方进行消费。脱离南北之争，台湾的华语音乐成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游客来台湾看演唱会。陈家儒表示，国际客既然投入机票、住宿等等的成本，就无啥可能随来随走。若是行销演唱会时，同时推广台湾文化，就当甲国际客留较久，带动的经济效益就搁较快。海外行销这些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所谓的当地的旅游行销一定要双轨进行，尤其是自由行的旅客，他们其实等于是在台湾过几天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消费是可以遍及在大城，也可以进小巷。台湾甲新加坡同款，文化开放、交通利便、语言多元。泰勒斯经济现象，让台湾更加注意到明星带动的国际观光效益。根据学者建议，目前台湾欠缺的是官方甲民间的合作行销，拍出台湾特色，才会当甲名册官媒变做台湾的卖种。记者苏眉、林玉凯、曾俊佑台北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的漫画画家鸟山明上届出名的作品就是《七灵珠》，拯救全世界。
不过这阵却是传出伊因为急性的病情过身，才到68岁。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南韩官方的数据，75岁以上的社会人超过5成生活产者，庄卡80岁以上的老大人有6成7生活拢无好过。英国《Times》报道，美国富士比杂志公布2023年后来有名册收入，喜剧天王亚当·山德勒赚7300万美金，可代表23亿排伫咧第一名。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以下唔听话，加沙的百姓面临难关。这阵美国总统拜登是按送伫咧加沙的海岸去临时的港口，改造这水路，甲物资送互来宾。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联合航空有一只飞机竟然起飞无偌久，连就落去，喊到地边的车。小等下带大家来看详细报道。咱先来看美国政治消息。总统拜登在暗时发表这任上尾一场国情咨文，68分钟的演讲就敲死 Trump 13届，佮甲台卡共和党的人相骂，伊就是要改变大众讲已经伤老、无适合佮选的形象。大选年另外嘛是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进前上重要的一场公开演说。拜登总统一开嘴就先批评2001年1月初6攻击国会大厦的歹徒，嘛谴责想要把这个事件讲甲无遐尼严重的人。伊嘛提进前川普经体讲俄羅斯会当攻击北约国家的话，讲伊就是看到罗西亚就头咧咧。全长68分的演说，拜登间接讲到川普13摆。Now my predecessor, a former Republican president, tells Putin, quote, do whatever the hell you want. That's a quote. A former president actually said that, bowing down to a Russian leader. I think it's outrageous, it's dangerous, and it's unacceptable. 拜登在演说内面强调，美国必须增援乌克兰，宣布美军会在加沙走廊的地中海花起港口，等甲以色列讲两国方案，这是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唯一一个办法。伊搁在民主、拍体权和经济议题顶悬，展现伊和川普的对比。拜登嘛替伊任内伫对抗中国起无空和经济威胁方面的成绩辩护，讲伊的政策是替美国各行业摕到正大的成就，坚决反对中国无公平的经济行为，确保美国上升前的技术是袂当用伫中国的武器，而且坚决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And since I've come to office, our GDP is up, our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is down to the lowest point in over a decade, and we're standing up against China's unfair economic practices. We're standing up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拜登讲到移民的问题的时阵，头抵川普和美国各一摆伟大的幕啊，极右派的乔治亚州众议员格林，佮含英国同款伫台下大声质疑拜登，讲乔治亚州护理系学生来理，和委内瑞拉无证移民抬槲事件，伊奈拢无插。拜登随提一张进前格林提互伊的有来历名的布洛字，大声来回应。Lincoln Riley, an innocent young woman who was killed by an illegal. That's right. But how many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eing killed by illegals? 伊说落来呼吁共和党人支持下党派的边境安全法案，指控川普反对这项法案是咧耍政治手段，想要得到选举的利益。另外对外界质疑讲伊伤老无适合连任，伊嘛正面来回应。My fellow Americans, the issue facing our nation isn't how old we are, it's how old are our ideas. 在国情咨文结束了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做的即时民调，讲有6成的观众对拜登这场演说是正面的反应。不过共和党的受访者有3%的人感受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美国联合航空的飞机落链的消息。这只对旧金山出发飞日本的波音客机，是当起飞这起落架的链就落去，喊到停车场几两台车，加载是无人受伤。这飞机嘛紧急降落伫咧洛杉矶，乘客甲机组员拢总平安。另外，大家应该也会记得1月的时阵，有一只阿拉斯加只航空的飞机门落去案件。波音的公司竟然是到单也未交维修报告，去互官员咪讲有够离谱。
飞轮机飞上天，一旦看到飞离地面无到20秒，飞轮机的链仔雄雄落落来。这是美国当地测试一只为旧金山出发的联合航空波音777班机，原本要飞往日本大阪，但当时机顶有乘客甲机组人员，当中249个人。随着飞轮机出发了后，起落架也未收起的时阵，发生链仔落落来的状况。落落来的链仔直接牵到机场员工使用的停车场内底，造成真侪车辆的玻璃破去，也是车身毁损。边仔的铁网啊，嘛拢弄到出去，好佳在无人受伤甲死亡。这只2002年出厂的波音777班机，最后伫洛杉矶国际机场平安降落，由另外一只飞轮机转接游客去日本。而 FAA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嘛真紧接手调查意外原因。联合航空伫这个月测试冇办法发生意外。He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realize something happened outside. 当时是波音737客机为非洲出发，差不多15分钟了后，就发生引擎起火。好在在这班客机紧急伫德州休斯顿的机场降落，所有人平安转坐另外一只飞轮机继续原本的行程。另外，今年9月初5发生的阿拉斯加航空波音737 MAX 9班机机舱门落落来的事件已经满2个月，到暂时波音公司依然无提交维修报告，和飞安官员甲国会议员无法度接受。Boeing has not provided us with the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requested numerous times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specifically with respect to opening, closing, and removal of the door, and the team that does that work at the Renton facility. It's absurd that 2 months later, we don't have that. NTSB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波音公司有一套系统是保存什么时阵进行工作的相关文件。也毋过，波音公司拒绝提交负责经理甲25个人团队的名单、甲维修报告甲记录，加上相关的影片记录，伫30个工了后已经互删除，互人烦恼波音公司的品质保证、管理，还有安全管理体系。公司新闻的是董炳玉。印尼甲埃及的物价只暂时起甲真离谱。毋过，这伊斯兰教的斋戒月搁咧要到啊，所以讲穆斯林拢赶紧咧快物件开销真上重。伊斯兰教的斋戒月进前，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市场煞无啥物人，民众伫等头前景来景去，爱思考一下才会当决定要买啥，因为最近物价实在起伤济啊。Saya kaget malah kok jadi naik, semua naik, semua. Semua ayam biasa 55, sekarang 60. Telur juga, minyak juga, apalagi beras. Saya sudah susah deh untuk beli beras. 米含鸡肉是印尼人定食的物件，但是去年因为降雨量少，稻米的产量减，米价嘛对咧大起。当地2月的白米零售价数是比去年同期起19.28%，鸡肉价嘛对咧变悬，民众只好买啥拢算较准的，连市场的大商拢爱讲这肉价是悬到卖袂落去啊。Aduh, daging ayam ini udah kelewat mahal. Udah terlalu melebihi hari-hari sebelum-belumnya tahun Lebaran tahun kemarin. 同款伫斋戒月进前面对物价压力的，还有埃及。埃及的穆斯林永过拢伫斋戒月进前买大量的椰子枣啊，但是今年椰子枣啊起真济，真济人只好减量来买。والله هو السعر هكدب عليك لو اقول لك مش غالي، هو الاسعار غاليه بس احنا غصب عننا الاسعار كل حاجه غليت. بس احنا اكتر حاجه بتضايقنا بيصعب علينا الناس اللي مش عارفه تشتري واحنا مش عارفين نبيع. يعني احنا والله العظيم النهارده انا في كذا بيع انا بايعها بخساره. ناس واخده حاجه مطلعها اليوتم وحياه نعمه ربنا دي. 埃及去年2年的物价是一直起，去年9月的通膨率是已经起得到创纪录的38%。埃及人的钱是已经无真长的时间。埃及政府最近是取消货币管制，让埃及钱落40%。来摕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贷款 ，IMF 找一同意拨款80亿的美金做纾困金来帮助埃及稳定当地的经济。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